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第68页的第3行。那我们上次呢已经讲完了，就是直平之分别与通达平之分别二者之间的四句型，还有对于笔法之现前与对于笔法之限量的四句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第3个，对于笔法之比量与对于笔法之分别呢，然后呢，二者之间呢有四句型。所以我们看到说有四句型的时候呢，就知道说，有对于笔法的比量，但是呢，不是对于笔法的分别。那同样呢，有是对于笔法的分别，但是呢，不是对于笔法的比量。那还有说像是二者皆是以及二者皆非的。那第一个事例呢，我们放的呢就是像说是正的无常的比量。那正的无常的比量呢，它对于身是长空呢是比量，但是呢，它对于身是长空呢并不是分别。那为什么说它对于长空呢是比量？因为呢，它是正的身是无常的比量。那它为什么对于长空呢并不是分别？因为它如果是对于长空的分别的话呢，那它就要现起身是长空的异共相，但是呢，它并没有办法升起身是长空的异共相，所以它对于身是长空呢是间接正的，并不是透有显现而正的，因为它并没有办法显现身是长空。所以呢，第一个呢，我们就放正的身是无常的比度呢，那它对于身是长空，它是对于身是长空的比量，但是呢，并非是对于身是长空的分别。我们这里呢就讲到说，正的身是无常的比量呢，它是对身是长空的比量，但是呢，不是对身是长空的分别。那为什么说它是对身是长空的比度呢？因为呢，它对于身是长空呢是量，然后呢又不是限量的缘故呢，所以它对于身是长空呢是比量。那为什么它对于身是长空呢并不是分别呢？因为呢，它没有办法显现长空的异共相。它因为无法显现身是长空的异共相的缘故呢，所以它对于身是长空呢并不是分别。那如果说它能够显示身是长空的异共相的话，那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？那就变成说，它在显现身是无常的同时呢，然后它也显示了身是长空，但是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身是无常和身是长空这两者呢，它是对同一个量来说呢，它是直接和间接镜，就是当一个是直接镜的时候呢，另外一个只能成为它的间接镜；另一个是它的直接镜的时候呢，另一者只能成为它的直接镜，所以不可能呢同时都是现为直接镜的。那就如同说我们之前在色类学的时候呢，有讲到说，对于平直来说呢，像对于直持平直的量来说呢，它对于平直呢是直接镜的话呢，那它对于非平呢就是间接镜。那如果这个量呢，它对于非平是直接镜的话呢，那它对于平直呢就是间接镜。所以呢，只要一者成为它的直接镜的时候，另外一者自然会成为它的间接镜。所以如果说我们讲说正的身是无常的比度呢，它要是对于身是长空呢也是分别的话呢，那就变成说它要同时能够显现身是无常以及身是长空，但是这个呢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对于身是长空呢，对它来说呢是间接镜。那我们呢，就是之前有讲过到说，就是所谓的理路呢，就是我们讲解了一个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能够同时呢带入到其他的东西。所以，同样的，我们刚刚讲的呢，正的身是无常的比量呢，它是对身是无常的比量，然后呢，但并不是呢对于身是长空的分别。那同样的呢，我们可以把身是长空呢改成说是非身是无常。就是正的身是无常的比量呢，它是对身是无常的比量，但非是对非身是无常的分别。因为同样的道理呢，它要是对于说非身是无常呢，要是对它也是比量的话呢，那就要能够显现，要是对它是对于非身是无常的分别的话呢，那它就要显现非身是无常的
异共相。那如果显现非生事无常的异共相的时候呢，那就变成说证得生事无常的比量呢，它也要能够直接证得非生事无常。但是呢，非生事无常无法成为它的直接境，只能成为它的间接境。因为对一个量来说呢，它的直接境跟间接境呢，它是没有办法同时呢都是直接现行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比较容易了，就是对于说呢，是对于彼法之分别，但是呢，并非是对于彼法之比量呢，那我们就可以安立，就是任何的视察义呢都可以，像是说直持平直的视察义呢，它对于平直呢是分别，它是对于平直的分别，但是呢，它并非是对于平直的比量。那或者说呢，我们之前有讲到，任何法呢，支持它的分别之呢都是视察义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直接放是直平的分别。所以直平的分别呢，它对于平直呢，它是对于平直的分别，但是呢，它并不是对于平直的比量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两者都是的呢，那也很容易安立。就比如说像是正的生事无常的比量，那正的生事无常的比量呢，它是对于生事无常的比量，也是呢对于生事无常的分别。那因为它为什么是对于生事无常的比量呢？因为我们有法就是放正的生事无常的比量，所以它就是它自然呢就会是对于生事无常的比量。那同样的呢，它也是对于生事无常的分别，因为呢它能够对于生事无常呢，就是以显现异共相的方式呢证得，所以它就是二者都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就是后面提到说，就是有比因相而通达与以比因相而通达二者有差别，还有以现前而通达比境与现前通达比境二者有差别。应当分析此诸道理而后了解，因为边谦就是福称大师呢曾经说过，必须重视此等术语之故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看到就是有比因相而通达与以比因相而通达该放什么呢？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在讲述到在释量论的时候呢，在讲到说因法推知果因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讲述到果知因的时候呢，会提到一个透由因法。就是透由正因三相的因法呢，然后能够推知到这个果正因呢，然后里面有一个正因呢，就是提到说以现有蔗糖的味道为因，然后呢，它能够证得口中蔗糖由前蔗糖味能生后蔗糖色的比度。我们直接用正因论式来说的话呢，就是口中蔗糖有法，然后呢，由前蔗糖味能生起后蔗糖之色，已有现在蔗糖味故。那就是透由这个已有现在蔗糖味故的这个因呢，它能够升起两个比度。它能够升起第一个呢，就是口中蔗糖由前蔗糖味能生后蔗糖之色的比度，还有呢，能够升起正得蔗糖色的比度，就是它能够升起这两个比度。我们用简单一点的方式，就是我们用口语来表达的话呢，那大家可能会比较好了解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有法呢，就是放说我们口中里面放的蔗糖，或者说你说放一块糖果好了，就是口中的这个糖果呢有法。那口中的糖果有法呢，它是就是由前面就是前一刹那蔗糖的味道呢，它应该能够升起现在蔗糖的形状。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？就是它虽然说，因为我们一般讲说蔗糖它是一种味道，然后前一刹那的这个蔗糖的味道呢，它能够升起，就是现在，因为现在我们嘴巴里面还含着这样一块的这个糖嘛，所以它能够升起蔗糖的这个形色，蔗糖的这个形状。我们讲的色就讲指它的形状，就是前面蔗糖味道，它能由前面蔗糖的味道能够升起后一刹那，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蔗糖的形状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蔗糖这个形状就在我的嘴巴里面啊。那我们所放的音是什么呢？因为放的音就是有现在蔗糖味道的缘故，就是用这一种口语的方式来表达，大家应该能够比较好了解。为什么会放这个呢？就是
说为什么说以现在就是我口中呢就是有蔗糖味道的这个因呢？为什么从这个因呢可以去成立到说就是口中的蔗糖呢，就是我们嘴巴里面的蔗糖呢，可以透由前面的味道呢，能够产生现在蔗糖的这个形状，或是说颜色呢，能够产生现在蔗糖的这个形色呢，或者说蔗糖的色。那最主要呢，就是因为说我们知道说它们是同一个聚合物里面呢，那它们二者呢都是支分。那同一个聚合物里面的支分呢，它们具备什么样的特性呢？就以蔗糖的味跟蔗糖的色来说的话呢，只要是蔗糖味道的进取因的话呢，它就会是蔗糖色，也就是蔗糖形色的这个具有源。那凡是蔗糖形色的进取因的话呢，它一定会是蔗糖味道的具有源。所以呢，就透由这个正因呢，就是口中蔗糖呢有法，它是可以透由前面蔗糖的味道呢，能够升起现在蔗糖的这个形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现在蔗糖的味故，就是因为我现在嘴巴里面有吃了蔗糖味道缘故，所以呢，它放的因呢，就是以现在蔗糖的味道的缘故，所以来成立到说呢，因为它本身呢是，就像刚讲的，他们是对于蔗糖来说呢，这二者都是属于支分。那它这种支分呢，就是凡是一者的进取因呢，必定会是另外一者的具有源，然后呢，是后者的进取因的话呢，也必会是前者的具有源，所以它能够透由这个因呢，然后去成立到说，这样蔗糖的味呢，那它的进取因呢，就是前面蔗糖的这个味道，所以前面蔗糖的味道呢，它同样呢也能够升起蔗糖的。它也能够升起蔗糖的形色，因为它是蔗糖形色的具有源的缘故，所以以这个理由呢，然后来成立。刚刚呢就讲过说，透由这个因呢，能够升起两个比度，就是它能够升起呢，就是口中蔗糖呢，它是由前蔗糖的糖味能升起蔗糖形色的这个比度。那我们都已经讲到说，它能够升起现在蔗糖的这个比度的话，那这个比度它自然而然就能够证得蔗糖色的比度，它能够证得蔗糖形色的这个比度。所以就是你都能够透由这个正因呢，了解到说前面蔗糖的这个味道呢，能够升起就是现在蔗糖的这个形色的话，那自然你能够证得蔗糖的形色。所以就像我们有时候讲话说，讲一句话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同时听到两个道理，那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透由一个原因呢，或是一句话，我们可以同时理解到两件事情呢。那它这个所举的例子呢，就是这样，透由一个正因呢，那可以证得两件事情。那我们再讲一个更容易一点的比喻来说好了，就比如说我们在问说，小明来了吗？问说小明来了吗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回答说，小明来了。那在回答说小明来了的时候呢，那同样小明来的同时，小明他的头、他的脚、他的手同时都到了，就是，但是我们并不用特别去表明到说，小明来了，然后小明来了，所以小明他的头、他的手、他的脚都一起来了。我们并不需要去做这样子的解释呢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。小明来的时候呢，他的头手脚自然而然呢就到了。所以呢，这里呢就讲到说有比音相而通达和以比音相而通达二者的差别。那刚刚呢就讲到说透由冰糖它有味道的这个音呢，然后能够成立到就是能够透由这个音去证得，就是升起两个比量，能够升起证得口中。蔗糖呢，它是由前蔗糖的味呢，能够产生现在蔗糖形状的这个比度，那以及能够产生的就是蔗糖它形色的这个比度。那对于说，以现在蔗糖有味道的这个因呢，它对于说蔗糖形色的这个比度呢，是由有现在蔗糖味的这个因。而通达，但是不是以这个因而通达？为什么不是以这个因而通达呢？因为不是现前通达的缘故，它是就像刚刚小明的例子，它是间接之后间接去通达，间接通达的缘故，所以不会说呢是以比因相而通达。以比因相而通达的话呢，就要是现前通达。那有比音相而通达的时候，你只要通达的时候呢，就是有比音相而通达，不管是直接或是间接。但是以比音相而通达的时候呢，你以这个音呢去通达的时候呢，以这个音为通达的话，你就要是直接去通达，所以这二者呢是有差别的。
那我们再用刚刚的那个例子来说的话呢，就是讲的简单一点，就比如说小林呢在不在？那小林在，那小林在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直接了解到，因为小林在的缘故呢，所以小林的头手呢这些都是在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透过小林在的这一句话呢，以这一句话呢，然后理解到说小林的头跟脚都在。我们可以透由这句话呢，了解到说呢，有小林在的这句话呢，而了解到小林的手脚都在，但是不能以小林在的这句话呢，通达到小林的头还有手脚都在，因为呢，以小林在的这句话通达的话呢，就要是直接通达，所以以小林在的这句话。以小林在的小林在吗的这一句话呢，可以由这句话，然后通达到小林的手脚都在，但不能以这句话呢通达到小林的手脚都在，就是这样子的差别。就是以这个来通达的话呢，以此通达的话呢，就是要直接去通达；但是由此通达的话呢，你只要是能够通达的法呢，都可以归类在由此通达里面。所以呢，在前面的几个例句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说，他会说直屏的分别呢，与通达屏的分别呢，就是视句型。对于笔法之现前和对于笔法之限量呢，也是视句型。对于笔法之比量与对于笔法的分别呢，也是有视句型。但是到这边的时候呢，有比音象而通达与以比音象而通达的时候呢，他就只讲到说这二者呢是有差别的，并没有说它有视句型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，这两句呢，它并不具备视句型的关系。为什么？就像刚刚所讲到的，就是呢，你只要是有比音象而通达的时候呢，它不一定是以比音象而通达；但是以比音象而通达的时候呢，它一定是有比音象而通达。所以这个呢，只具备三句型的关系，它并不具备四句型。最后一个呢，就讲到说，以现前而通达比境与现前通达比境呢，二者有差别。那这边呢所放的事例呢，就讲到说，正得人无我的余且现前呢，正得人无我的余且限量，它是以现前而通达人无我，但不是现前通达人无我。它为什么是以现前而通达人无我呢？因为它本身呢是现前的缘故，因为既然是与切现前就是现前，它是因为是现前的缘故呢，所以它是以现前而通达人无我。但它为什么不是现前通达人无我呢？它要是现前通达人无我的话呢，那它就要显现人无我。但是呢，我们之前有讲过，现前所显现的话呢，一定要是自相，就是要是无常法类。但是因为人无我呢是常法的缘故，所以它就没有办法现前通达人无我。那这是我们之前呢就不断的讲述到的，就是凡是现前所显现的呢，它就一定要是和无常呢是同义。但是呢，人无我它因为是常法的缘故，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它就没有办法为现前通达。接下来呢，就提到说，应当分析此诸道理而后了解，因为班禅福称大师呢曾说必须重视此等术语。那这最主要呢，就是因为说这边讲的大班智达呢是指福生大师。那说福生大师他就特别讲述到呢，就是说这些字呢，虽然说看起来呢非常的类似，但是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去辨析，就是它每一个字所代表的意思之后呢，然后去理解，然后呢，所以就说呢要重视呢它这些特殊的这些表达的意涵，所以必须重视此等术语。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呢，那就讲到说，依于自之不共真上缘具色根所生的了知呢，是根知的性相。那就如同呢我们前面讲到的呢，就是对于根知呢还有义知呢，最主要的差别呢，就是看它的不共的真上缘。它的不共真上缘呢，如果是具色根的话呢，那它就是根知；它的不共真上缘呢，如果是义根的话呢，那它就是义知。所以主要呢是从它们不共的缘呢，不共的真上缘不共的真上缘呢，然后去判定到底是根知还是义知。那同样的呢，根知呢，它就是都是现前。那在根知呢，它同样呢，除了根知呢，它是现前。那根知呢，它也有分为就是错乱知和不错乱知。那在分别和无分别里面呢，它一定是无分别。那在错乱知它跟不错乱知里面呢，它是二者呢都有。
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说根枝的分类呢，就是分为五种，就是分为眼枝、耳枝、鼻枝、舌枝跟身枝这五种。那最主要你就是看它的巨色根呢，如果是眼根的话呢，那它就是眼枝，就是以此类推。所以最主要呢，就是从它的不共的这个巨色根呢，然后来判定呢，它是属于哪一种根枝。那我们之前呢就有讲到说呢，根枝呢，它就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呢，根枝它是不会升起。那同样的呢，我们在录等至定的时候呢，那根枝也不会升起。那还有像是在昏倒的时候呢，根枝也不会升起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呢，根枝呢它是处于初分的这种了枝，就是午门的这根枝呢，它全部都是初分的了枝。那它午门根枝相较起来呢，就是在睡眠时的这种了枝呢，是属于细分的了枝。那比起睡眠时这种细分的了知来说的话呢，那就是像是正的空性的智慧，无论是像是在根本定智里面，无论是在解脱道，或者说呢是在无间道的时候，这种正的空性的根本定智呢，它看睡眠时的了知比起来呢，又是更为细分的了知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在显教的经典里面呢，在讲述说了知它粗细差别的时候呢，所做出来的区别。以现在呢，就是我们所看的，就是班禅福生大师呢所造的论点来看的话呢，那福生大师他是承许说呢，凡是根知和自证分二者呢，就一定不会是道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提到说，就是尚未成佛呢，就是我们还是在有情地的时候呢，那对于有情地来说，就是根知和自证分两者呢，一定不是道的。这一点呢，是所有的经论呢都承许的。那对于福生大师来说呢，他是承许到说，乃至于说到了佛地的时候呢，你凡事只要是根知还有自证分的话呢，它就一定不会是道，它就一定不会是道。为什么它一定不会是道呢？因为我们凡是讲到说心虚里面的这种道地的时候呢，福生大师的理由是说，你称之为是道地，称之为道的时候呢，它一定是要透由修力呢才能够升起的。但是呢，根知还有自证分二者呢，它是不需要透由修力就能够升起的。像以根知来说，你只要有好的聚色根，那遇到境的时候，它自然而然就升起。同样的呢，自证分它也不用特别去修，你只要有所知呢，就一定会有一个去领纳了解它的自证分的存在。所以这二者呢是不需要透由修力，它就可以自然而成的。所以呢，即使到了佛地呢，福生大师也不承许说就是根知还有像是自证分二者呢是属于道。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经论来说呢，他们是承许到是在有情地的时候，在众生地的时候呢，就是根知和自证分呢不是道。但是成佛的时候呢，就是无论是根知也好，或是自证也好，它全部呢都成为道的体系。因为呢，世尊他是圆满的一切功德之后呢才而成的，所以他的一切的这些了知呢，也可以算是由这些功德所成的缘故呢，所以把它全部都安立为道。那差别呢，就是在这里。那虽然说呢，福生大师是这样子程序，那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去抉择。那就比如说，我们就可以反问到说，那如果说因为它不是由修力所成的缘故，就不能称之为道的话呢，那就是以现在像是经部中，还有说像是一切有部呢，那就想请问说，那对他们来说呢，是否像是成佛的时候呢，那佛陀心绪里面就是补特伽罗四相的意识呢，那它是不是也不是道呢？因为补特伽罗四相的意识呢，也并不是透由修力而成的，因为它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，它都一直存在的，它并不是透由修力所成。那就会请问说，那像是佛陀心绪里面的补特伽罗四相的意识，它是否也不是道呢？因为它也不是透由修力而成，因为它从无始劫以来呢就存在的。就是说，大家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辨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就是第68页的倒数第二个，就是遮遣驱入之，还有成立驱入之。那这边呢就提到说，以名言之力呢驱入至境的了知呢，是遮遣驱入之的性相。那比与分别二者同义。那这个之前呢，我们在讲述就是潜入成入的时候呢，就是已经解释过了。那最主要呢，那我们再用更为清楚，就是更简单一点的方式呢来做理解的话呢，就是说它对于呢这个境呢是否能够去做区别，然后如果能够做区别的这一种呢，能够去分别到它的这些特性的时候呢，那这一种呢就是
遮潜曲路支。那对于成立曲路支来说呢，它就是在显现的时候呢，能够将它一切的特色呢都能够显现的，这个叫做成立曲路支。那在显现的时候呢，对于它的这些特性等等没有办法同时显现的这种呢，叫做遮潜曲路支，像是直平的分别等等。因为它在曲路平直的时候呢，无法同时曲路像是平直的无常、平直的所作性等等的缘故呢，所以称之为是遮潜曲路支。那比与分别二者同义。那以事物之力曲路至尽的了之呢，是成立曲路支的性相。那比与无分别之呢，二者同义。那遮潜曲路支和分别同义。成立曲路支和无分别同义这一点呢，是所有的论点呢都是全部共许的。这边呢就讲到说，以事物之力呢去路至尽的了之呢，是成立曲路支的性相。那比与无分别之呢，二者同义。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之前呢就有讲述到的，就是说当你去路这一尽的时候呢，你对于就比如说你去路平直的时候呢，那对于和平直呢是关带实境、自性、陈述同之一的这些法类呢，它会全部呢同时都去路的缘故，所以称之为叫做成立去路支。就像直平眼之呢，它在去路平直的时候呢，它能同时呢也去路了平直的无常、平直的所作，就是平直的这些特性呢，它都能够全部同时去路的缘故呢，所以称之为叫做成立去路支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到68页的最后一段。那68页最后一段开始呢，那我们就进入了心和心所的区别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已经讲解了很多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边。那心和心所呢，我们就下一堂课开始再继续的做解说。那就是进入了心所之后呢，那心所它就等于是我们这个心类学课本呢，就是等于是最后面的内容。那当讲解完心所之后呢，那我们第2年心类学的课程呢，就算是结束了。那虽然说就是好像快要结束了，但是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呢，那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就是其他的补充，或者说继续呢做一些其他的讲解。